续关心台中电厂第2期要起小天然气的机组，宽屏伫8月份的时通过初审，昨昏是完成宽屏的审查。台电表示，目前10个小土团的机组，按算未来会甲4个拆掉，剩下6个会转做紧急备用个案机组。严格之嘛，台中市的环保局是批评这个宽屏的结果，因讲安尼台中的空气品质，唔知要等到当时才通改善。 经过4年外人过环评大会审查，台中电厂第2期新建燃气机组计划，虽然伫环保团体甲立委台中市政府拢提出，确定天然气机组使用总碳排无减，颠倒增加，也有认为机组备用理由无够疑虑，但是环评委员讨论了，议员决议通过。 经专业判断认定，以《环境响评估法》第8条及施行细则第19条第1项第2款所列各目情形之余，环境响说明书足以提供审查判断所需资讯，无需进行第2阶环境响评估。这笔燃气2期计划将会起4部燃气机组，并且新建4座储存槽加相关附属设施。原议会认为1号到4号机组，伫燃气机组开始商业运转了，会慢慢转做备用机组。因若5号到10号是 慢慢转做紧急备用电力设施，这部燃煤机组2035年全部渡休。施工期起，我们即逐年减量。那我们在施工期，我们会每年友善减排空污量11吨。那我们总共整体施工期可减排约69吨。台电讲，所来依照环评会议的结论确实执行。中部理长讲，等了40年，总算等到改变的机会，转成以气换煤。他们争气减煤是为了改善地方空污，是为了照顾我们的 乡亲、市民、好朋友，甚至邻近的这些好朋友。不过，参加发言的中部南会认为，起几台、拆几台是乡亲的要求。告诉我们，你的量已经超过了1倍半，什么理由不拆？就说我转备载容量，我转备载机，我不会给你用。 你这个逻辑听起来让我民众很紧张。台中市环保局是批评，环评结果开空白支票。 台电对减污、减煤、甲温室气体减量拢无承诺数字，是开环评的恶例。中部环保团体是质疑，中会假借着以气大煤做理由，做实际扩张的事实。这部燃煤机组骨架上，未来6台燃气机组，伫燃煤机组也未渡休的时阵，将会成做全世界上大的火力发电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